菲律宾利爽岛有一座塔尔火山，昨下晡开始雾火山雾，马尼拉机场嘛宣布暂时关起来。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当选人王婉如去过老话恐吓的网友，伊讲恶意的言论真是让做爸母的人惊吓。因为大陆冷气团到地水汽阁高，透早下番山开始落雪，有的所在雪甚至接到10公分高。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正月13公视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菲律宾利爽岛遐观光游览出名所在，塔加底迄边有一座火山，名叫塔。昨下晡开始雾火山雾出来，政府嘛即时宣布提高到第4级的警戒，就是讲火山随时都有可能会爆发。同时间嘛，赶紧将火山四边的村民拢疏开，宣布讲就进入11个钟头，学生囡仔今日停止上课。大量的火山灰冲到天顶去哩，也有四那菲律宾鲁爽岛八大县省的塔尔火山，伫12下昼开始喷发，火山灰是喷到15公里远，也有一寡水汽加碎粒石头。同时，随着风已经飘散到马尼拉的市区，当局下令11个城市13停课，也紧急疏散火山附近的80位村民。同时，差不多有30班的烟花城镇的居民，也将会伫接落来几天疏散。Lumikas na eh, nabigyan namin yung gamit doon mga sa bahay. Wala na matao doon. 马尼拉国际机场也因为能见度伤过歹，被迫暂时关闭。当局把火山的警戒等级升级到第4级，搁差一级就是上悬等级。警告讲，火山真有可能伫咧未来几点钟或者是几天内爆发。甚至可能发生火山磷磺影。Mga umusok na madami. Tumakbo na kami papunta dito, paakyat. Sikip nga sa daanan. Pati mga bata biyabagsakan ng mga bato. 塔尔火山喷发了，八大县省一个发生过2倍的轻微地震。塔尔火山是伫咧马尼拉以南差不多65公里的所在，是世界上上细活火山之一。伫过去450年来，总共爆发过34遍，其中伫1911年爆发，有造成1335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塔尔火山已经咧雾火山雾，菲律宾马尼拉的机场嘛宣布暂时关起来，飞机降落爱看看。早起咱桃园机场往马尼拉的班机嘛取消7班拢无飞。菲律宾塔尔火山拜日喷发，而且强要爆发。东洋航空12号下昼一班飞往菲律宾的班机，因为机场关起来，无法度降落返头转来，拢总取消4航班。13号早起，桃园机场、东洋航空、中华航空、菲律宾航空、菲亚航、苏武航空飞往马尼拉也有7航班取消。I'm going to Manila because today my flight is cancelled because the volcano eruption. I actually worry because my flight was supposed to depart last night. Well, I might just stay here in the airport and wait for confirmation as to whether my flight will push through. 马尼拉暂时关起来，看情形开放。航空公司也是发出面尔甲简讯通知旅客，所以无排甲真长的队伍等待签转旅客。不过也是有旅客拖着行李到机场等待，拄看卖啊运气。Oh, not really, not that much. Ataal volcano is an active volcano, really. So we know that it spews ash from time to time. 至于说落来马尼拉的航班异动的状况，爱看马尼拉机场什么时阵开放决定，请旅客伫出发前往机场前，随时注意航空公司的官网，也是打电话掌握上新航班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咱来讲早起蔡英文总统接见美国首都来研究政策的智库访问团，特别讲起台湾去年年尾通过反渗透法，加强保护民主制度的力量。嘛望讲未来，咱会当替全世界的民主搁再斗出瓜力。另外，蔡总统嘛搁讲，望要和美国来签双边贸易协定。不过，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主席 James Moriarty 伊是讲，美国猪肉、牛肉进口来台湾这站，嘛望讲大家尽量看敢会当解决。总统蔡英文顺利连任，早起接见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民主甲印太战略访问团，表示过去3年台美关系达到上好的状态，进程台湾通过反渗透法来强化民主防卫机制，未来嘛希望讲会当甲理念相外国家来合作。
这里就是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那上个月我们也通过了反渗透法来强化民主防卫的机制。未来我们也希望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针对媒体识读、民主素养以及民主防卫机制等课题加强交流，让台湾可以持续的为世界的民主做出贡献。蔡总统嘛表示，去年美国的国际知名企业嘛拢伫咧台湾扩大投资，伊相信签署台美双边贸易协定会带动双方经济成长，创造双赢。毋过讲到美台经贸关系 ，AIT 主席莫健伫咧受访问时阵就表示，伫咧蔡总统的第二任期，美伫美国问题会当有进展，表示讲美方真注重这个问题。I think we hope for progress. Ye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t's hard to predict, but pork and beef, as you all know, has been a traditional issue that we think needs to be addressed. 莫健嘛表示，美方会继续呼吁两岸和平甲对话，嘛希望讲中国会当听到这寡呼吁。I hope that they will reflect. We will continue to call for peace across the strait, for dialogue across the strait, and we hope that Beijing hears that call. 毋过，针对世界各国拢来恭喜蔡总统顺利连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是批评讲，有关国家的做法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中方对此表达强烈不满甲坚决的反对，已经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的交涉，爱慎重处理干涉台湾的问题，唔通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高雄市长韩国瑜请假参选总统将近3个月日，早起伊倒转去市政府上班，嘛甲市民回一声失礼，讲过来专心拍拼市政，嘛无按算要选国民党的主席。面对要甲伊罢免的团体，已经开始咧推动第2阶段的联署，韩市长嘛讲会平常心来看待。高雄市长韩国瑜请假将近3个月，参选总统煞失败。早夜8点50分，伊回来到市府上班，只是败选到即马无社票活动，嘛无市政公开行程。10点伊特别临时开记者会，向高雄市民道歉，嘛回答社会疑问。很抱歉，整整将近3个月的时间离开高雄，那对市民朋友非常的抱歉，没有好好陪着大家。那我们市府团队在这个3个月该做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这里表达对市民朋友的歉意。今天是休假上班第一天，市府团队一样会上紧发条。韩国瑜强调，刷落回归市政，眼前的重点是先让市民好好过年。市府的小内阁嘛袂变动，但方问到九二共识等等的国际问题，韩国瑜认为目前只有专心拼市政，无适合去讲，嘛无规划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目前党主席这一部分完全没有这个规划，那有的选举失利了。在这里真的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难过。那我希望他们也能够不要太沮丧。早夜嘛有支持者开会到市府向韩国瑜加油，但韩国瑜并无亲自收。对11号开票迄暝临时取消国际记者会，伊嘛澄清是反而支持者情绪失控。民众的情绪几乎快失控的状态之下，我们当然希望支持者能够冷静下来。所以我在台上特别感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冷静下来。罢免韩国瑜的团体选后已经开始相关活动。韩国瑜表示平常心看待。高雄市议会民进党团早夜嘛有开记者会，要求韩国瑜袂使启用当初时为着助选离开市府的官员。韩国瑜嘛表示目前无规划。记者王家川、戴hen坤高雄报道。国民党选举无顺利，外界拢甲箭头比对党主席吴敦义去，要求伊要负责大底。少年辈甚至个人要求不分区排第4名的吴淑怀嘛要斗担当，上任了后就紧死立委，是讲党过来要换啥人来换？有人点名新北市侯友宜市长，嘛有人还佫伫咧望万求前总统再度封电，毋过因乡人目前拢还无正面回答咧。新北市长侯友宜大力推销新春到新北市旅游，甲大家讲新北市真舒适。不过2020大选结果，国民党大败，外界甲问题指向是党主席吴敦义亲总派化改革。不过吴敦义若是请辞了后送来这，袂少人直接点名侯友宜。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的了解目前所有党的问题的存在在哪里，我们好好的静下心。好好的检讨，尤其先检讨自己开始。朱立伦市长是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我都祝福大家。真侪人希望侯友宜带头改革，但是侯友宜以先检讨家己来回应，敢是心内已经有推荐的人选，伊拢无要讲。马洪点名回应党主席前总统马英九早起是真低调去自我。
国民党败选，国民党应该讲改革才对得起金国先生。国民党哪像一定爱改革，唔哪爱世代交替。青总派阁爱不分区立委当选人吴思怀，家己辞掉立委。我相信在这个情况之下，吴思怀吴将军辞去不分区立委，以表示对这样的选举对表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另外，国民党伫总统、立委大选失败，党内检讨的声音未少。13举行每8日例行性中央工作会议，国民党会长定调会成立专案小组进行检讨，而且提出改革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大选摕到11%选票的台湾民众党，早起公布后一届因立法院党团的总召集人，要由现任台北市劳动局的罗香玲局长来担当。不分区排第5的蔡碧如嘛讲，别日和国政党拢会用议题去合作，甚至佫发出一句在野大联盟，意思敢是要和国民党、时代力量这在野党做伙扣斗阵的。咱来看卖。露出灿烂笑容，台湾民众党立委当选人蔡碧如准备离开台北市府，转换跑道进入国会。对于台湾民众党伫这摆大选摕到50不分区立委，成为国会第3大党，敢是会寻求其他政党合作的机会。蔡碧如表示，只要议题符合，任何政党拢有合作的空间。我想大概就是要不要提出一个在野大联盟的概念，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理念，但是我相信有一些对民生经济的议题，我想这个是共同的愿望。蔡碧如也公布，民众党党团总调将由罗香玲担任，副总调是张基乐。至于委员会如何分配，目前也伫咧讨论。民众党主席也是台北市长的郭文德，12号暗时启程澳洲，进行城市交流访问。伊笑咧讲，国会历赢过半，民众党毋是关键少数，无法度影响立法院龙头的竞选。对未来应该安怎解决两化的时局，认为双方拢需要智慧。这一次选举但有人在看一下说，这个共产党是国民党的猪队友嘛不过这也是反映台湾民意的态度嘛所以我觉得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的。所以这个大陆方面常常推出什么惠台措施，结果台湾人越跑越远，那表示说他过去那一种打压政策还是有问题的。在2020大选拍了关键的一战，蔡碧如表示，党部将由秘书长张德荣负责，所落来目标就是要让党工党员全台遍地开花。台北市府小内阁传出异动，研考会主委吴家德请示核准，将由乱家人接任。至于黄静莹敢会返来台北市府，还是将会转战国会，蔡碧如表示将会尊重伊本人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委员林昌佐进前脱出时代力量，用无党参选连任。这届当选了，敢会加入民进党的党团？林委员是讲内部较单，还未讨论到。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的当选人，就是一个查某囝伫咧街路边遭无不幸的王婉如女士，早起去到派出所提出告诉，因为早日竟然有人伫网络留话恐吓讲，以后2个囡仔会当互人安怎咧？王婉如讲，这款恶意的言论，真是会互做人爸母的人心头真惊吓。选举结束啊，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摕到3席，主张要让未来国会会使有温柔而且坚定力量的小灯泡妈妈王婉如，这届顺利入去国会。不过，伫咧选举了后，煞有网友伫咧面册留话，讲不要紧，王婉如也有2个囡仔会使去访台，等等恐吓的言论。王婉如透早伫咧律师的陪同之下，到西湖派出所以刑法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对网友提告。我们虽然很捍卫台湾的言论自由，但我们不应该让言论自由无限的伤害。身为一个妈妈，尤其是我们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悲剧，我们真的希望说他真的是不要重演，我们也不想要姑息这种恶意的言论，持续的让很多的家长，包括我自己都觉得担心、所害怕。这届无缘入去国会，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后续是不是会拼党主席延续战神的能量？时代力量表示，这阵内部也未讨论。若这届顺利连任台北市万华北中正的无党籍立委林昌佐，新国会是不是会歪向民进党这边加入党团的运作，或者是挺立营所杀出来立法院的龙头人选呢？林昌佐表示，这阵也未讨论。你们也知道这几天大家都在忙这个卸票，那选战后续的这个收尾嘛，所以这个比较及时性的新闻的这些议题，
其实我们团队内部都还没有讨论。2020大选结束啊，未来国会立委的席次，立赢的席次过半，那拿力伫咧国会也是占多数，真做关键少数的小党立委要安怎布局团结力量，也是外界关心的重点。记者阿敏金对玉水台北报道。生活的报马啊，来讲，因为大陆冷气团到地，华南地区的水汽搁下高，今日透早合欢山开始落雪，有的所在雪甚至接到10公分悬，这也是今年冬天到今落上济一摆。啊，玉山迄边早起7点外嘛落冰霜，按算这边的冷气团的一直点到明仔载，观众朋友这2天咱就要加套衫，穿较少咧哦。落雪啊，天也袂光，南投武岭面顶都一直民众欢喜咧耍雪。开车民众拄着落雪嘛，小心来驾驶，都惊一个无小心。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海拔3402公尺合欢山山顶的气象站，测到摄氏零下2到3度的温度。配合着华南水汽雪入来，合欢山玉山这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拢落雪。为南来昆阳甲花莲的小风口，拢变成一个白色的世界。积雪上深是到10公分，创下今年以来上大的降雪量。玉山嘛，伫上午的7点5分到18分的时间落下了明显。比如说合欢山一些部分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我们根据一些即时观测的影像以及一些在当地民众的回报，应该也是都有出现下雪的情形。那不过因为这波水汽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在今天下半天之后，水汽会渐渐的转干，那下雪的条件也会逐渐的降低。中央气象局嘛提醒民众，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到东北部的天气有较冷，上低温度是伫12到14度中间，17号会搁再变冷。北部、东北部的温度会搁再降，一定要做好保暖，小心温差的变化造成身体影响。而这波冷空气的影响，主要会从今天一直持续到礼拜3的清晨，在礼拜3的白天之后，整个冷空气减弱，气温就会比较明显的回升。离公路局公务段马里台14甲山24公里，远峰甲41公里，花莲大屿岭这的路段，为上午6点开始，还在有挂雪链的车辆才会用经过。同时嘛，提醒省市民众莫违规停车，避免造成大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去年过年过就是上元节，今年的台湾灯会要伫咧台中后里来举办。交通部观光局早起嘛公布灯会主会灯，名叫做光之树，就是以整体路途慢慢大长，发起来变作大树的灵感来设计，搁加入光影变化的科技，互民众听到伫咧花灯卡。光线拍出来的树影来轻松行耍，震动脚步，咱做伙来看卖。启动！美丽光影，2020灯会主灯正式公布。这张大树仔内面有巧妙的设计，包括代表全台湾乡镇的花蕊，也有代表人民的心形的树叶仔。主灯会搭配光影秀，后面将正远的距离来观赏，到时阵会让伫咧电梯卡来散步。掉下一颗种子，那个故事，然后那个经验，现在蜕变成一棵很大的代表台湾精神的参天大神木光之树。主灯是改变以前拢是新秀的设计，不过细帕高瓦灯由来是用新秀的设计。设计者用鸟子带帽做概念，和细只鸟子穿着代表喜气的红衫，随着高瓦灯顶头的手把，会当做出拜年恭喜的古锥的动作。也让把手把贴了了，当做红仔来耍。双面印刷的这个设计，然后呢，在同一张纸上，小朋友在同一张纸上创造出2个截然不同的角色。那小朋友拿到的时候呢，他可以选择要组成正面的老鼠新郎，或者是反面的属新娘。整个策展是由我们观光局负责。那今年在预算是突破过去是高达1亿5500多万元。交通部讲，台湾灯会成立第31年，希望升级经济，兼顾着环保永续的展览。这边伫咧中央灯区观光局有开1.5亿的补助，也创历史纪录。台中灯会会伫咧2月初8元宵节迄天正式点灯，现场也会分细拍高瓦灯。讲是台地的车站会有转停的接驳公车，希望民众会当尽量坐大众交通工具。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咱若想到上元、
即马讲做台湾灯会，一关区一关区，逐年咧办拢无相共。古早人讲到上元，一定定着会想到单三五娘即出戏，内底四句联一拍一拍拢讲去正啊，各种招你同齐来念两拍，咱来趣味一下。头前第一拍，咱来讲单三，单三手牙铁板连开声，泉州抹来潮州城。谈着九两水查某囝，囝担担起一直行。铁板压咧沿路卡，顶尖下壁正喙焦，大甲镜头煞碰拍。即间就是五娘西庄楼骹。这个故事就是对上元节来引起。单衫骑白马，五娘对因兜售楼探头出来看花灯，因为迄天民俗专家咧研究，查某囡仔罕得有机会。会当来看人赢硬果，若无古早小食人啊，拢嘛爱关伫咧绣房内。结果两个互相一个伫绣楼顶，一个徛伫咧马顶，煞相夹目，小生看小段，真正目尾牵电线。经过时间真紧，明年来到5月初5端阳节，共款两个有缘分，搁再相逢。五娘前将手顶迄条手巾，将奶子包好。拼落去楼骹，互单衫来做性病，袂输敢若定情之物共款。啊，单衫就想死啊，就想讲搭要安那？黄加九两，这就是黄五娘因老爸的名。黄九两一个查某囝遮水，前四界去探访，问到专门咧甲黄家抹行的李公伯啊，李公伯真甲教步呢，毋只会单衫。经家将囝担咧，手牙铁板连开声，泉州抹来潮州城。干那一直画抹镜，就是来到黄五娘因兜的绣楼骹。虽然顶尖下壁，日头晒甲正喙焦，啊，毋过吼镜头碰拍无要紧，因为五娘甲我都有意向，乃至包咧拼落去楼骹，只叫做爱情平死也较强。毋只五娘伫咧绣楼顶，真正嘛听到有人咧画抹镜。伊伫咧想诗，伊伫咧想到迄天，乃至拼落来楼骹，迄个郎君遮尔聪明。四句联继续来念，讲五娘赤袖绣楼顶，互阮触景甲伤情，明日烦恼无路用。想起郎君的聪明，啊，前反复野春，野春就叫抹镜哥，毋知恁厝住伫倒，功夫毋知歹也好，到底会晓抹也无？就是五娘想着讲，应过迄个聪明的郎君，心内伫咧怨叹，怨叹讲林大片已经来阮兜讲亲情，听到人咧抹镜，咱兜的镜都无啊。反复野春就去楼骹，野春一个狗娘看到单衫，假作是抹镜哥，开喙就甲问，讲毋知你功夫歹也好，到底会晓抹也无？单衫五娘的故事，一幕过一幕，若有机会者。国情解文说理，搁来扣四句联出来，甲你互相探讨。啊，咱讲台中后里要举办台湾的灯会，搁来咱换来讲彰化，来讲彰化的新闻。彰化县政府要踮鹿港遮开发一片拍铁厝产业园区，早起伫咧审查环境影响说明书的内容。啊，毋过鹿港富丽大镇遐社区的民众嘛去到现场抗议反对，因讲进前就要先办说明会的听书，环评委员嘛就要去到现场勘查，结果代志拢还未完成，就咧开审查会议。县府分明就是违法，无要甲人照步来。富丽大镇的居民提抗议标语，要来参加拍铁厝产业园区开发案环境影响说明书第一届审查会议，不过还未入场，就互警方抓落来。民众伫咧现场和警方、佮有环保局的人员发生冲突。最后双方协调了后，县府同意互即寡居民旁听。不过，即寡居民也是真不满，因为因认为开发案的说明会和环评委员现勘拢还未完成定数，这场审查会议根本就是违法吊亏。他现勘不是应该接受人民的陈情吗？结果他们故意从另外那条路用技术性背隔，然后说他们已经有去走完了，然后就纳入了他的那一个整个程序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程序是不公的。我们觉得今天开这一场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个开发案只有9.99公顷，我想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的荒谬。说要解决未登记工厂只能几家10几家，我不懂，就是这个开发案根本一点合理性都没有。
自救会认为，县府虽然一直强调进驻的是低污染产业，不过低污染产业认定也是真零，烦恼空气、土壤和地下水源也是会受到污染。县府表示一定会照顾地方的环境，包括绿地，包括我们的滞洪池，包括我们的退缩部分都达到快要4公顷哦。所以在这个开发的规划部分哦，县政府哦绝对是一定会照顾环境上面哦，让这个地方哦地区哦变成一个低污染、低用水哦，然后低废水、低空污的一个所在的清新都市区域啊哦。环保团体认为，县府开发拍铁厝产业园区的目的是要解决未登记工厂的问题。不过，规个彰化县有1100多间未登记的工厂，若拍铁厝开发了后，敢若会当进驻10多间的业者，无清楚县府用这么慢的速度，通解决什么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同款的审查环境问题，还有新北市暗坑的轻便铁路。这座轻便铁路3年外前已经开始建设，这中间新北市捷运工程局有阁提出要变更开发案的内容。早起点伫咧环保署伫咧审查看，变更了后的开发会造成环境什么款的精差的变化。环评委员就要求新北市政府都要注意施工会造成空气污染有偌严重。落尾蒋委员嘛决议初审修正通过。为着要解决暗坑仔地区因为人口成长甲山坡地大型社区一直开发所造成的严重交通塞车问题，新北市政府提出暗坑轻轨开发案，已经于2016年动工，全长7.67公里，设有9座车站。这份工程局搁一届提出变更，指出开发案的土洪量会大大增加，变成原来的3.64倍。最深是挖到地下12.6米，那这个部分。造成这整个一个挖填土方量会增加的一个状况。开发单位嘛计算施工期间，附近社区总悬浮微粒浓度会增加达到达立方公尺30.5微克。环评委员要求必须要有减轻的措施。这么大的 PM2.5的增量呢，也应该要有一些抵换的减轻措施出来。毛环评委员认为要注意紧急防救灾的应变。为了因应气候变迁的临时跟永久的滞洪池啊。那么如何去做操作啊？那我想对于整个环境安全，那么其实是蛮重要的。针对施工期间空气品质恶化，开发单位表示会加强工地管理，像挖出来土顶头会盖风电的棚仔，嘛透过协助附近街仔路洗扫来做底检。最后环评专案小组决议，勘查案修正通过。记者林俊文、吴家宝台北报道。过年过，都有真侪人找看有机会要换头路。根据 Yes123这个网站伫咧调查，有87.8%要找头路的人拢讲，若有机会出国去做工课，因是肯哦。包含美国、日本，阁有东协这个国家，拢是大家上界有意向要去的所在。这个在头问的查某囡仔，伊是捌伫咧台湾网络媒体担任小主管的路人，因为工作时间真长，压力真大，所以找到机会，伊就决定要去中澳的斯洛伐克做临时工度假。在国外啊，我觉得工作最大的优势是他们的福利，有关于年假这部分，就是30岁以下你就有20天，那你超过33岁。就25天的年假，不管你的年资多。还有这个有电机技术学历的 Frank， 原本伫某一间顾问公司担任工程师，工课做3年了后，逐个月薪水敢若去用加800块，所以感觉要闭关是无简单，转来走去比利时食头路。即马回来台湾了后，是一个专职的直播主。外商的薪资条件高，可是他就是比较责任制，你可能会没有周休2日，或者是需要加班到9点10点。最近这几年，台湾薪水起的速度是真慢，真侪民众为着要有更较好的薪水，开始思考年后转职，或者是去海外食头路。根据 Yes123求职网上新的调查，有87.8%求职者讲考虑要去海外做工课，比去年的84.6%更较悬，比例嘛创2014年以来上悬的。而且安尼算算咧，超有736万人想要做海漂族。上想要去海外食头路的地点，前5大地区分别是日本、美国、东协地区、澳洲，还是纽西兰甲港澳。平均希望摕到2.12倍的薪水。台湾很多的这个企业文化跟饮食文化，我觉得跟日本比较有关系的情况下，确实蛮多人向往日本的一些这个服务业。那在美国部分，我们某种程度上也坦言看到科技业这边的一个交流。不过求职网嘛提醒，想要离开台湾找头路，除了爱适应环境以外，嘛该考虑到当地物价减是会当欠着钱，而且去国外做的若是服务业或者是较基本的餐饮工课，民众回来台湾了后，可能也是无法度替家己的履历加分，所以想要出国食头路，也是爱好好啊思考。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食头路，有人是食质万质，有人是栽食栽做，嘛有人是真拼力，骨力要做偌好。来讲，桃园市交通局举办公车司机比拼的活动，要选出表现上界优秀5星级的驾驶。经过18000几个民众来投票，桃园客运一个司机姓黄名俊荣，伊去得到人气上界赞这项奖。毋但讲有奖金，车顶阁会搭一张特别的票啊，加添公营感。徛伫咧台顶接受5星级司机徽章甲奖状，伊是桃园客运驾驶黄俊雄。平常时负责驶桃园到高铁这条路线，对乘客拢嘛轻声细说。这款的服务态度，互伊伫咧桃园市交通局举办的5星级司机评比活动，得到上界有人缘的问奖这个奖项。开车的时候都把客人啊、老人都是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嘿。那上车之后就是等他坐好就座以后安全了，我们才开车。那下车的时候，因为经常会固定路线啦，所以乘客坐到哪一站大概都知道。如果他有忘记啊什么，我们就会提醒他。桃园市政府这几年释出真侪坐车的优待，亲像用市民卡坐车，坐一抓就送一抓，坐捷运转公车也有优惠等等，这互公车的运量逐年拢成长。这届司机的评比活动也互民众有机会向平常时真用心服务的司机表示肯定。分别透过票选的方式，我们把桃园最好的司机也给展现出来，利用颁奖典礼的方式，让大家也给他鼓励，也给他道贺。这届评比分做绩优组、安全组、人气组甲必必客票选组，总共有18000个乘客参加活动，竞出桃园优良的5星驾驶19位。得奖的司机唔但有奖金，也有荣誉徽章甲肯定的票啊！希望提高驾驶的荣誉感，也互市民伫咧坐车的时阵更较安全舒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比赛，咱来看屏东县的高树乡，因为这是蜜枣出名的产地。高树乡公所逐年拢会办蜜枣评鉴的比赛，通过农民来交流，种人研究种植的技术。今年的冠军是一个名叫杨立定的农友，伊讲家己的撇步就是用草生栽培，才有法度种出这么大粒、甜度搁遮悬的蜜枣。这款青金金搁金骨的蜜枣看起来真好食款。这是屏东高树乡公所举办的蜜枣评鉴赛，总共有36个果子农参加，做伙评比甜度、重量、外观和口感。上尾是杨立定得到冠军。品种是高雄8号珍宝，它的特色是果重平均大约有180公克，果色亮丽有光泽，像上蜡一样。还有就是它的甜度呢，大概将近14度。高树乡种蜜枣面积约400公顷，占屏东县7成，会使讲是蜜枣的故乡。原地种分晓的杨立定，10多年前开始换种蜜枣。伊讲要种出口感脆、甜度约14度，粒头袂输是青色嫩厚的蜜枣。伊的撇步就是用草生栽培，改成那个草生栽培的，就是杂草现在就是没有在做那个喷洒农药啊，然后就是让草生这样子跟藻质源一起共生的。高树乡公所透过蜜枣的评鉴赛，提供农民交流的机会。这阵蜜枣大出当着时，乡公所嘛讲，希望消费者经过节时会使加选择蜜枣，同齐支持用心种植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种植中华花坛遮种稻啊嘛真大片，为着要学生囡仔了解故乡的文化，地方的社区团体和庄内文祥国校合作，带学生囡仔亲手来做稻草人，互因会当知影家己庄头永过历史。先用铁线甲稻仔包裹好势，中华花坛乡文祥国小的老师甲囡仔兄囡仔姐做伙做稻草人。今仔日运动场看无囡仔走来走去，只有几片稻草的香味。体验。那以前有办过？有。我今日较来学别个。感觉好耍无？袂歹啦。他讲袂歹。耍吼，就甲囡仔咧斗，就互相咧耍啊咧，就真趣味啊。文祥国小的所在地花坛乡，就是中华县生产稻仔上重要的产地。尤其伦雅社区，佫较是田园满世界，为着互佫较侪人走入社区，了解稻仔的文化。同一个时阵，替当季休耕的田园增加色彩。伦雅社区发展协会邀
邀请当地学校、甲砖头、人力种的朴素菊、日头花等等，结合稻草进行装置艺术的创作。是要互咱即摆的囡仔吼，会当知影讲较早咱的时候农村的生活，互伊知影讲咱挂稻啊了后，啊村的这稻草，毋是讲农村较早讲拢啊烧掉，即摆其实会使做一下稻草人。伫较早的产的时阵是为着会使赶跩的鸟啊。熟悉家乡也推广在地的特色，除了稻草文化，中华更较互人叫做是花蕊的都市，包括花旦乡、宝剑乡、后美镇、甲彰化市，最近一直到1月中，拢有花海的活动。这届中华花海推广的面积总共260公顷，公所甲社区拢真拼力，希望伫咧过年前，互民众欣赏美丽的花海，也熟悉当地稻仔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咱用镜头刷出来国外，来看国际上一寡重要的体育比赛，咱台湾选手的表现。像讲戴资颖，世界羽毛球出名的台湾选手，踮伫咧马来西亚举办的新一季的比赛头一站，决赛时拼输中国迄边世界球后陈雨菲。今年头一座冠军却无奈失手。咱国网仔球的高手谢淑薇，嘛打伫咧澳洲 Brisbane 的网球赛，摕到女子双打的冠军。正月初8，咱有报讲，踮伫咧伊朗的首都，一只乌克兰的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摔落来，飞行机顶176个人全拢遭无不幸。到较昨，伊朗的军方才承认讲，是因无意中拍出飞弹，将这只飞机射落来，嘛引起真侪民众真不满，行上街路抗议，要求伊朗国家的头人爱担当、爱落台。不管核心伫航空外口卖政府，乌克兰国际航空一架飞行机，当地初8为伊朗首都德黑兰飞起来无偌久，就摔落来。外界质疑是向伊朗军方拍落来，军方就开始否认，10月总算承认，引发国内宾馆。真侪学生10月上街头纪念罹难者，批评政府讲白贼，爱哈梅尼落台，结果叫警察用催泪弹赶走。期间，发生英国驻伊朗大使马凯尔因为参与活动向地站拘留事件。伊朗将学生赶走无偌久，美国总统川普伫推特用波斯语佮英语发文，警告伊朗政府卖太受益者，全世界拢伫看，美国嘛伫注意。伫伊拉克嘛爆发示威，暗过因抗议对象说是美国，真侪民众当地10一伫圣城卡尔巴拉街头，爱美国甲伊朗政府卖干预伊拉克内政。أريدكم كلكم وما أريد لا إيران ولا أريد أمريكا ولا أريد الأحزاب كلها ولا أريدك ترجع لأن أنت ما في خير كلهم ما فيهم خير حمي。抗议后来变做警民冲突，民众甲警方互相弹汽油弹，造成上无6个人受伤。另外，又个传出有火箭攻击伊拉克消息。伊拉克军方昨日表示，巴拉德空军基地被8个飞弹攻击，造成4个伊拉克军人受伤。这座基地正有美军，不过伫美国甲伊朗经势变紧张了后，大部分已经撤离。记者综合报道。嘛有一寡本身有伊朗的血统的加拿大的国民，坐踮乌克兰的国际航空公司这班飞行机顶不幸牺牲。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顶日去出席追想纪念这国民的仪式，伊嘛表明讲一定会追究大地。尤其加拿大国内归属伊朗的国民咧大的这款社区，嘛讲到伊朗政府这款藐视人民的做法，竟然是真不满、真唔惯。埃德蒙顿市这场追悼仪式，伫演唱加拿大国歌了进行1分钟的默哀。总理杜鲁道发表演讲，讲全加拿大拢伫咧为乌克兰国际航空班机被伊朗飞弹射来悲剧的心碎，全国拢团结支持受害者的家庭，也讲会对代志的责任追究到底。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to ensure that a full, transparent investigation is conducted. I want to assure all families and all Canadians, we will not rest until there are answers. We will not rest until there is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这场抗难的176名罹难者内面，有138人是要自基辅转机到加拿大多伦多，其中绝大部分拢是伊朗人，或者是伊朗的加拿大公民。伊朗政府拖了3天才承认是航空飞弹无顺利射到。伫咧加拿大也引起伊朗的社群正大不满。
伫同一天，伫咧多伦多有一个大学的礼堂所举行的哀悼会，2000多名主要是伊朗的群众参加。副总理方慧兰也参加致意。受害者亲属伫咧演奏伊朗国歌时阵是哭甲挡袂牢。We all will have a hole in our hearts forever. Everybody is angry. Everybody is upset. And I haven't seen Iranian people like this since 1979, the revolution against the Pahlavis dynasty. 加拿大经历过这几天的悲痛，拄过去的这个礼拜六，有真侪城市拢举行烛光守暝或者是追悼仪式。共同的愿望就是要厘清真相，让死者安息。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南韩的导演洪俊豪去年有推出一支电影，名叫做《驾乘上流》，一世界票房拢抢甲真悬。尤其顶礼拜，这支片佫摕到世界出名的金球奖最佳的外语片，这也是南韩的电影头一摆摕到这项奖。过来后个月初10，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敢会原啊同款要肯定这支片，全世界拢伫咧斟酌看。咱来讲科学家掠去咧做试验的鸟鼠啊，那是实验线，规尾往往拢会互人灭掉，失去生命。欧洲的波兰这国就有一个动物保护的团体，专门咧解救实验室内底的鸟鼠啊。过去3冬，因已经领养将近2500只这款鸟鼠出来饲，确实是真正的自闭。共款关伫人内，毋过这2只鸟鼠专门烦恼未来会向安乐死，甲其他伫实验室向注射饲养啊做运动，甚至就要向解剖的实验室比起来，因拢是真好命，有主人饲，有温暖的厝。W ciągu 3 lat udało nam się uratować prawie 2,5 tysiąca zwierzaków. Głównie są to szczury, świnki morskie, myszy, a ostatnio także króliki. I zainteresowanie z adopcją zwierząt z laboratoriów tak naprawdę rośnie, ponieważ bardzo dużo osób zgłasza się do nas, które chcą uratować takiego zwierzaka. 今年23岁帕瓦斯卡讲，这实验室鸟鼠大部分摕来行为观察、心理学实验，或者是做控制组，所以因伫实验过程不一定会向伤害，有诶佫真健康。啊，毋过实验一结束，最后则到面对死亡。Niestety są uśmiercane, ponieważ laboratoria nie mogą trzymać tak dużej liczby zwierząt, które już nie są przydatne do końca ich życia. Ze względów finansowych, przestrzennych i logistycznych po prostu jest to niemożliwe. 华盛洛斯卡把受养狗、猫甲鸟仔，想要帮助这小生命，可是厝内无度安置伤侪动物，饲实验室未占伤侪空间，是袂歹选择。伊最近可以对白鸟鼠真有兴趣。白鸟鼠若是用伫科学研究，大部分爱受到人类定看到疾病相关实验，亲像两骨损伤、少年糖尿病、血流、百会症等等。 Na niejakim Facebooku wyświetliła mi się, że istnieje takowa inicjatywa. Zastanawiamy również się nad świnkami morskimi, bo wiemy, że jest też takowa możliwość. 研究实验室伫真侪热情的网友分享，有愈来愈侪人知影，原来实验室是会当收养的。目前伫 Facebook 市站的人已经超过3万。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自闭，咱来看高雄市义大病院的杜元坤院长，行医到单超过30冬，伊毋但为着解决病人的艰苦，做医生做甲发明出20几种专利，佫走甲对病户去义诊，甚至伊固定一直将月金内底提出来捐款照顾弱势。下暗9点，咱公视台台湾新眼界节目，特别邀请观众朋友来听杜院长自闭的心声。 杜元坤的临床经验发表国际论文，拢得到真悬的评价。独创的3种多功能神经筋膜刷仔，互期待病院将做全世界唯一用执行这项手术的医学重镇。伫阮兜的楼顶，我是咧透天的嘛吼，我伫楼顶所家己起一个实验室，内底拢饲啥？饲鸟鼠啊，饲兔啊，变做屋顶上的开刀手，我家己伫遐训练就对了。训练了，杜氏刀法就按遮来啊。 我咧接血筋的方法，我咧接神经的方法，佫包括我买手吼，伫临床上，比如讲甲囡仔生出来无镜头啊，我按伊的骹刷镜头来接手，也是讲有的人神经动伊袂振动，我用伊另外一只手的神经来接，也是讲瘫痪的病人无法度行路，我用伊头壳的脑神经来接，迄种我家己训练。
我那研究多款，我那也研发工具，自从更顶更棒，互散车人也负担得起。所以我来发明这个物件，我拢总有27个专利。像讲这个物件，你看这要倒倒位呢？这要倒咱肩胛头的。咱肩胛头讲骨头长的用这倒的，做下身的就对啦。含咱骨头我这是用咱台湾人超过1000个国人的这个资料来设计出来。为做主治医师的第一年，每个月薪水捐出一万，导定满满的捐款单甲感谢状，30年来已经捐出将近1亿。伊无特殊信用，伊的信用是医学。伊讲解决病人的痛苦是伊上大的快乐。真正每一项每一业，拢要有一手艺，拢要有专长的所在。原住民排湾族有一句话叫做“普里玛”，就是咧讲有一手艺的艺人。排湾族的艺术家阿旦达鲁扎隆，就常常互人称呼做普里玛，因为伊真够用水流茶甲歹铁来创作艺术品。这个普里玛嘛讲，家己想要用社会当稳准的方式，表达受到压迫的思想，表现出因的民族过去历史的记忆。咱嘛做伙来看卖。家母带囝囝伫咧找食食，也阁有枪仔伫咧山坪行打。这个画面展现排湾和大自然的关系，也阁这个合作有样看样的作品，记录80年代了后，原住民社会受到环境的压迫，怎搬徙的故事。屏东排湾艺术家阿旦达鲁扎鲁透过正有路的当上作品，反映伊对社会的观察，也阁有成长的记忆。小孩子也没有什么玩具他就看到父母亲都带那个斗笠。有一天，他觉得那个很好玩，他看到他爸爸妈妈的，他觉得说他长大以后也是要做一个拔毛工。去互铁链仔链条的女性身体，这个铁条作品号做禁歌。虽然这个故事伫咧讲充满雄浑的记忆，不过这也是阿旦另外一种心情的透放。伊甲这个作品组织伫咧幽默思路阿旦的雕塑故事展览内底，希望透过艺术创作，带民众重新来看部落的真实面貌，也感受当代社会正珍贵的原住民式敬五人。除夕事件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年代，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悲伤的记忆，但是这个艺术家呢也透过他的这个巧手呈现原住民的当代的这个问题。阿旦达鲁拉鲁平常时话无济，不过伊真够会好用艺术来讲伊心内的故事。看起来真普通的水流茶、废铁、石头等等大自然的素材，拢是伊讲故事的元素。阿旦要甲吉五人，真做是一种艺术方法，希望用社会会使接受的方式，表达去互受到压迫的思想，也展现原住民文化甲这个民族存在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艺术确实有影会当消透人心头的郁闷，安慰人生的伤痕。咱来看台中富春国校校长邀请一个老师做甲退休的艺术家，来学校展览伊雕刻的石头作品，将学校变作美术馆，嘛学生囡仔自然生活在艺术的环境内底。四脚跳起伫莲花面顶，艺术家用石头雕出一个世界。黄静琪向世界囡仔解说伊的创作，带囡仔欣赏石雕的水。毋但甲精彩作品规个搬来台中富春国小，伊阁弹钢琴来伴奏，互学生囡仔目睭看的、配耳仔听的，自然就浸伫咧艺术的环境。然后我创作的主题是汇集了水中的动物、植物。青蛙一动，莲花一静，一动一静，就展现了生态中的生命教育。喜欢，因为它很有立体感，不管是哪一个都就是可以看到他用心的感觉。艺术家黄静琪老师107年为富春国小退休，伊投入石雕创作已经12档，3届伫比赛内底摕到头名。这摆受到校长邀请，回来学校展览，甲学生囡仔交流。大的艺术厅堂里面去看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校园刚好有这样的空间，把作家在艺术家带进来，让孩子可以拓展无限的视野。美感教育爱自细汉培养，甲美术馆搬来到学校内底，学生唔免行远，就会当体会到新式的艺术世界。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有影冷，详细气温的变化，
各地头的资料，咱来看分别。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4度到18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6度到22度。台南、高雄、屏东19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16度到23度。金门、马祖、澎湖12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福清，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